點解連 CEO 或者一個好專業嘅人士都需要投資理財嘅教練呢？大家有冇諗過，頂級嘅外科醫生，佢絕對唔會為自己開刀，佢會揾翻佢嘅行家醫生幫佢做手術。就算大律師都唔會為自己上法庭去辯護。但係點解聰明嘅人喺投資嘅時，成日都覺得自己唔需要有呢個專業嘅視覺嘅呢？其實咧，呢個係一種咧叫做專業光環嘅效應啊。往往就係話你可能喺本行咧就好成功，而咧就越容易咧低估咗其他領域嘅複雜性啊。咁過去啦，我服務過一位醫生客戶啦，佢都講過一句說話咧，令我好深刻嘅。同我講，Derek， 喺手術裏邊咧，我知道所有風險咧都掌握喺我嘅手裏邊，但喺投資市場咧，我需要有人咧幫我睇到咧呢個睇唔到嘅風險。大家分享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叫做3次提問法咧，係確保我哋喺一個資產管理上邊嘅風險管理咧做得更加好。第一，呢個決定如果錯咗嘅話，最壞嘅情況係會點呢？二，如果係3年前嘅你會再做嘅話，你會點做得再好啲呢？三，將自己抽離喺做局外人。如果呢個你係你嘅好朋友嘅話，你會俾啲咩建議佢呢？好嘅規劃其實唔係消滅風險啊，係讓呢個風險係變得可見同埋可管理。